观众朋友大家好，分享所看福气类的，我相信呢，假使有机会行江山、行江海，大家如果感觉改好，生活感觉开扬哦。不过有的人屯山屯海的缘分啊，连接嗰种韩国村吼，我哋今日有请嘅两个作家呢，伊能分配写屯山屯海有关的廿本书哦。不过也拜伊呢係2-3人夾腔下寫一本叫做《五指山海》。我哋今日有請到嘅來賓 ，TV 係製作過烏潮海洋文教基金會執行長，上海為大海請一份心地嘅莊飛君。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莊飛君，我係關西嘅漢人。歡迎飛君，稍後來呢係也非常多嘅奇妙嘅一個經歷咯，伊想去做山嘅服侍者，沒想去帶領韓國多人了解大自然嘅美好嘅劉崇峰。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對閩南來嘅客家妹，嗰校寫詩跳舞還有爬山。歡迎兩個來賓來到我哋嘅現場同我哋分享嗬。伊3人係來自閩南，伊哋係關西、埔里我相信觀眾朋友每個想去了解，你2-3人都會變做好朋友嘅。先同我哋了解你嘅一個背景好嗎？我跟崇峰其實是在大學的時候認識的，對，因為我是埔里長大的小孩，然後崇峰是在高雄，那我們就是真的認識就是在大學的時候，在成功大學，在台南這樣子，然後從那時候開始都是中文系，後來也因為就是一些因素，我們就變成室友這樣子，所以又是大學同學又是室友，所以認識了蠻久的，一個很長的緣分這樣。能夠知道成長背景很有呢？就是還蠻有趣，雖然我後來做的是海洋的工作，但是我其實就是在一個台灣少數不靠海的城市，就是山城裡面長大。對，然後其實念書的時候也是在中部這樣子。對，那從小其實比較沒有跟自然接觸的經驗，就是除了在鄉下，然後是在進山這樣子。對，但是其實對於海洋其實是相對來說是比較陌生，就只有因為我媽媽是高雄人，所以就是有機會在過年的時候要回娘家，然後爸爸會帶我們全家人去旗津看海。這大概是小時候對於海洋的一些記憶，對，但是其實也比較沒有在野地啊或者是戶外活動的一些經驗這樣子。崇峰呢？我是從小在高雄鳳山台耶，還沒閩南台耶，然後接觸海洋跟山林是很晚才開始的事情。我從小就是在一個公寓裡面長大，我的自然接觸的經驗可能比慧君還要來得更少，因為這邊是港都嘛，對，就是高雄是一個港都。我一直到高中的時候，因為學校就是讀高雄女中，那邊離西子灣很近，然後有了機車以後，才開始走向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力氣走向海洋。然後大學才加入登山社，才接近山林的。行起來其實同我哋一般人差唔多，對。不過你兩位裡面行到一啲人屯海嗰有緣分，一啲人屯山嗰有緣分。佢個頭頭重複講係登山社，嗰種路接圈，一天我去接圈山。我兩位讀登山社咯。他登山系的，登山系大學的時候，才看到你們的小雙主修登山社。我其實大學有雙主修，我主修了2個系，一個是中國文學，一個是台灣文學，可是都沒有人說我是這2個文學系的系上的邊緣人，大家都說我是登山系的，大部分的時間幾乎都在社團，然後也常背着大背包走進教室裡面上課，或者是在教室裡面畫那個地圖，林線、水線。那時候我們在爬山要有地圖。我覺得有可能是，對 CNS 節實在是太禁錮了，就是那個封閉的一個成長環境。小時候家裡對我來說最大的地方就是陽台。然後陽台很長，它是長形的，然後我會騎腳踏車在那個陽台上從這頭騎到這頭，再從這頭騎到這頭，然後就覺得這是最大的世界。這其實是動物園裡面那個刻板行為的時候會發生動物園的刻板行為。然後到了大學知道有登山社，因為沒有航海社。其實我高中最喜歡的是海，然後大學那時候
有登山社这个地方，就觉得好像可以去看看不同的世界。但其实它有一个蛮深刻的影响，是高中的时候，爸爸有带我们全家人去合欢山，刚好就是在慧君的老家埔里的上面，有这合欢山，那一次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大学看到他们那次有一次招生就是合欢群峰，我就很想要再回到爸爸带我去的那个很辽阔的草坡。我没有看过我生长环境是有这个风景的，就因为这样加入登山社，就想要再看一摆，故作讲一摆。阿飛卷喏，都會弄個謠言本呢。在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其实都是比较文青啊，就是我是校刊社这样子，但就比较文学的创作型的。那因为我们念中文系嘛，其实大家其实会在文字里面常会读到一些流浪啊，或者是海洋啊，或者什么。那对我来讲，其实因为从小没有那么有机会接触海，可是我爸爸其实很喜欢海。他虽然也是在山城长大，可他也很喜欢海。那我心里面很多对于浪漫的想象，其实就是在海的这个部分。对，那也是在大学之后开始可以骑着机车，然后自己自由的探索世界之后，然后跟崇凤才有了一趟东海岸的旅行。那一次旅行之后，应该算是我自己很想要到海边走走吧。就是说，我觉得可能一直在山城生长，所以对我来说，那个环绕的感觉其实是比较强烈的。对，但是海洋有一种宽阔的这种很不一样的视觉的感受，那我就会蛮想说，就在自己比方说当时其实是情感比较受困的时候，就会很希望说可以在海边去旅行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才跟崇凤一起。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2台机车，一人骑着1台机车，然后带着帐篷，然后睡袋等等的一些可以露营的一些工具，就是我登山社的那一套，对，然后都搬出来，没错。那我们就真的是从台南骑到花莲的这一段路上，那我们大概通常会有5到7天的时间去规划。那第一天我们就会骑比较长程到台东，然后到台东之后，其实就用比较缓慢的速度去在我们喜欢的海边，然后慢慢的感受海洋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讲，可能跟海洋比较强烈的这个印象和接触，应该就是在花东的这一段。对，因为尤其是自己自主的一个旅行，那会更有那个印象和强烈的感觉这样。能睇太好朋友按到研究的腔下写一本书，嗰個年頭可能都係唔能腔下嘅幾擺旅行吼。对，我觉得可能是应该是说，在那一次一起旅行的这个经验之后，其实我们后来我们其实还是结伴一起去了蛮多地方啦，就是也不止在台湾这样。对，所以可能因为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们会遇到蛮多的挑战，包含价值观或者是面对那些。一擺嘅旅行係叫，幾擺對台南都花蓮。第一次应该是5天吧。我記得是5天，對，5天。幾擺嘅體擺，我唔敢，我以前出去之前，去騎花東之前，最遠只有大概騎過30公里的路。就是一個會問我帳篷為什麼會沒有鎖的女生。一開始真的沒有經驗，沒有山野經驗，然後第一次住在海邊的時候，會覺得就是有點緊張這樣。我無法忍受不洗澡。对，所以我们在路上，他要去處理我，解決我就是諸多就是文明人的問題。咁他會想要吃粥安尼嘅事情，如何你頭都講，因為失戀。对，就是一開其實就是會覺得說，剛好遇到情感上的挫折，然後我覺得又有一種很想要走出去的感覺。那因為你一直都在文學的東西，其實比較很多時候我們是放在腦子裡面想，或者是感受，就比較靜態，但是就會很想要有一種動的感覺，就想要突破現在的一些困境，或者是不同的生活方式，然後覺得有什麼樣是自己的能力可以觸及，讓我感受到跟自然接觸，然後覺得世界比較遼闊的那種方式。對，所以其實那是第一次，就是跟崇鳳，他可能比較習慣啦，因為他就是登山社嘛，所以就是比較常在自然裡面。但對我來說，其實真的是第一次。但我其實雖然是登山社，可是其實也很少用比如帳篷、爐具，然後機車旅行這種方式去認識這個島嶼。咁他經驗對你們係蠻新的，也是蠻新的，尤其是對海洋認識太平洋，台灣的太平洋來說是
我年轻的时候都很向往流浪跟放逐。古时候虽然能甲下太好语言生，不过因为飞quyền安尼讲，你想讲甲好啊，我的可能求生能力比唔够好一些，甲下你带唔 Q 下，不过能 Q 下去旅行，有团双双当中插配英国动态。后来发现我们都很喜欢，对一个地方都久安尼。就是会待很多天，然后在那边生活，认识那边的人，然后就定点常待，变成并不是我们一定要完成什么路线，而是可能太麻里或者是台东或者是都兰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我们会在那边逗留个2天，有时候都不会去别的地方，就在帐篷附近而已。就是在那边，有时候就是写作啊，或者是画画，因为我还蛮喜欢画画的，就沿途就会画明信片这样子。就在那边看海放空，然后来刚好来露营的一家阿美族，就是他们来烤肉，我们就加入他们的庆典，就类似这种。对，不过能感觉两个人的心差很多呢哈。就我们2个人的个性有差啦，对，但是我觉得一开始，因为毕竟我当时没有那么多的经验，然后所以我觉得我就主要是跟着他的脚步这样子，但他比较扮演着一个保护我的角色。我觉得2个人有一种这样子的差别，然后我们2个，可是我们2个又蛮喜欢跟人接触的，所以那种热情啊，或者是说某一种天真，其实很多时候在路上就是大家都会帮助我们这样子。对，那不同的地方可能就是让自己。比方我要洗澡，那他就要买东西，对他就要想办法处理这个部分。对，该会草丝哈？我会草丝，马上就跟我，你那个 video 嘛，可以申请草丝。有一次是我把很重要的东西丢掉了。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手机、钱包、钥匙。他很妙，他会把就是人家都最重要的东西会背在身上，可是他是骑机车的时候，他放在脚踏垫上。所以就是他把那一包最重要的东西放在脚踏垫上，然后骑就飞走了。然后我觉得那不是重点，就是他丢掉了之后呢，我就没有了这个重要的东西。然后我们到了下一个扎营地，对，那个凉亭下面，但是慧君就觉得这样子你还要继续走下去吗？就是这么重要的东西，对，就都没有了，你要怎么继续走下去？但我就是会有一种还蛮强烈的执念。执着，就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走。也两个心爱无穷用嘅好朋友，伊们撒下来运用呢无穷用各自嘅立场，运用呢夹穷下，人哋了解下个多种嚟节目现场。分享到这来节目现场，好多飞quyền同重逢呢，同我哋分享伊呢2-3年喺太空語言成家下開始嘅2個人向下旅行嘅過程吼。不過畢業過後當然大家都各分東西嘅嘛吼。不過你哋2-3年過去哦，如係先去到東部好像對你們就是很有吸引力吼。那你去到東部畢業過後，睇佢做乜嘅？我一開始其實是在台東，就是台東一個都蘭，它其實是一個比較藝術的部落，阿美族部落。然後我在那邊是一邊打工一邊寫作。那我去到嘅喏，因為佢就係愛同飛quyền對太好的時節，在那邊旅行的地方還蠻常逗留的地方，對，那邊還蠻那邊有一些朋友，然後我就是在當年所認識的那個朋友的店裡面，在都蘭糖廠裡面，就是叫做好的擺，在裡面當一個小店員。去販售那些手工飾品，對，然後一邊就是寫着東西，可是後來我發現我不是那種純藝術家，我喜歡常民生活，就喜歡那個路邊攤啊，跟傳統市場啊，所以後來因緣際會就搬到了花蓮，然後在那邊，反而因為在花蓮的鄉下的關係，我男朋友就走上了比較耕種的有機耕種的道路，然後就生活比較變得半自給自足式，所以我們就一起開始帶朋友爬山，然後包含帶朋友的孩子，他們孩子從學齡前到國小不等，所以就接觸到很多不同的
类型的人可以一起去爬山，它也慢慢的转换了我们爬山的习惯。比如说以前就是冲，就是今天到 A 点，明天到 B 点，然后我们一定要完成什么路线，就没有，就反而比较是生活式的，然后也变成跟当年像慧君在东海岸一样，比较定点常待，早上起来就好好泡个咖啡啊，然后爬个树啊，玩一玩，然后就下山这样子，反而是建立了比较不同的爬山的风格。慧君都係做到海嘅片戲嘅，用哪些緣分同烏潮有關呢？对，其實就是在也是從那段東海岸的行旅開始了。然後因為後來畢業的時候有一個比較長的暑假，我就想說，那我那個暑假我還是想要到花東去，所以後來剛好有看到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他們在徵暑期的鯨豚解說員，然後他們都要做2個月的2個月整個夏天的訓練，海上的訓練。然後我就想說太好，這樣子我有很合理的理由可以在花蓮這樣子，對，所以我就報名參加。那報名參加之後，我覺得其實就認識了黑潮這個組織，然後同時也跟着這個組織和團體一起重新認識了海洋，就是有不同的角度。那跟過去比較是，好像是在徘徊在海邊，然後是向內自己跟自己探索，然後畫畫或者什麼的，還是在自己的視角裡面去思考，比較不同。反而在黑潮的時候，我覺得我好像開始學習在自然裡面自在，就真的是可以跟大家一起沒事就去溯溪啊、跳海啊，然後出海是每天的事情這樣子。對，所以就覺得跟海洋的關係好像更靠近了，你好像在那個過程裡面，你也不只是覺得它很美，但剛開始一定是因為它的美而受到吸引。那後來其實我覺得慢慢在組織裡面也看到海洋一些比較現在比較令人憂心的環境的現況，對，所以這也是我覺得比較不同的，從一個旁觀者變成一個攝入者的一個不同的視角這樣子。我這個常常係屯海本單去演的人，我去做。尤其係做鯨豚解說員嘛，一開始有冇個衝擊唔關的所在哈？因為過去比較沒有接觸過海洋的生物嘛，那只有在那個大學的時候有當過鯨豚救援的志工這樣子，所以那時候看到摸到的海豚其實是不健康的，就是它是生病，它擱淺了，對，需要急救，那它的生存率也很低。那到海上之後，其實你沒有辦法預測你會遇到什麼，可是你就是在那樣子的一個船航行的時候，突然就前面就有水花，然後前面就有噴氣，然後我覺得那個相遇真的是非常難以言喻的感動，因為你真的沒有辦法想象這茫茫的大海裡面，水下面看起來是一片汪洋，是平靜的，可是水下面有這麼多的生物，那是另外一個生態系。可是我就覺得我們在陸地上面知道的好少哦，就是我們不知道水面下正在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就是我們開始去慢慢了解，原來海上是這樣子的，這個邏輯是這樣子的，跟我們在陸地上面的想象是完全不同的這樣。然後我知黑啊，能量上面中文那邊呀，各自同山有關，同海有關，不過最尾還係歸到人的創作哈，都係做啲個講一下，你做乜嘅會開始寫作，因為你有可能都做安尼嘅工作，都唔是寫呀，可能還沒給體內的因子，很想寫作創作的因子，還是很難放棄，故說還係開始有想要寫。我應該是爬山以後才開始書寫的。我跟慧君不一樣，慧君就是高中的時候就很喜歡創作那種文藝少女，就真的文青，對，就是文青。可是我不是我是大學開始爬山以後下山來，覺得不行，這些風景跟在山上帶給我的那個感動，我如果不記下來，我就會忘記，所以我必須要把它寫下來。所以我就開始，我是那個時候才開始書寫的，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山啟動了我的書寫，然後我不覺得那個是一種創作，某種程度上來說，其實寫作對我來說就是一個記錄跟爬梳自己的過程，這個習慣就持續的保持了下來，就很喜歡寫。但後來因為花在書寫上面的時間實在是太多了，就是多到我覺得我不能這樣沒日沒夜一直寫下去，那我要怎麼辦？就是如果不能變成就是正面的經濟能量的話，
我不能这样子一直没头没脑。你可以感受都印下呢。对，就是一直写下自己的在自然里面的所思所感。很多时候是好像可以在野地里面遇见那个你没有想见过的某些思维，或者是某个启发，然后那个东西是你一回到原本的家里面，或者是工作里面，学校里面就会完全忘记的。然后那个东西我很在意，我就开始写。但是后来真的决定，其实我好像大学的时候就跟慧君在一个娱乐街，那时候大学外面有条街，然后就是学生餐厅，我就在那个学生吃饭的时候，对，然后突然跟我宣布，就说张君，我觉得我在吃炒饭哦，然后外面大火快炒，然后一边吃一边就有很家常的语气跟他说，我觉得我应该要当作家。他说我想要当作家，对，我觉得我想要当作家，因为我心里就想说，我如果不当作家下去，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就是每天门关起来就在那边写东西，然后我还记得他头抬起来看我的那种傻眼的神情。我就说作家不是你自己定义的啊，就是你说想这样就做的，对啊。然后我就说，但是就也只能试试看了，死马当活马医。啊，无想到真紧如影下人讲，因为我有一个经济来源嘛，好，故说路上要出书，就开始写书。第一本书其实是那时候我也有邀慧君，去中国边疆旅行，然后慧君跟我一起走了前面1个月，3个月，对啊，我去这么久5个月啊，去跟我走了3个月，后面2个月我在新疆，对，然后就后来回来就写了《故事如歌》，那时候是邱一新老师鼓励我说，崇凤你这个成果报告书吼，我觉得可以出书了啦，就说你这个成果报告就是可以出书了，他说你要不要考虑？然后我就想说，好啊，那就试试看。然后后来就这样一直写下去。我的写作方式就是埋头苦写，关门练剑。慧君常常说我关门练剑。真的，就让你印下。对，写了再去找出版社谈。故说飞卷呢，方式还有冇同样嘅。对，那文青后来呢？文青毕业后，文青毕业后就不写了。我觉得应该是说，就是聊到创作这件事情，写作这件事情啊，应该是我觉得我会回想到我童年的时候，因为真的我是从小爸爸就是教我怎么写作文，对，所以我高中的时候念书的时候觉得很痛苦，因为我真的只有所有的学科里面只有国文强。然后我也只喜欢写作，就是太喜欢阅读跟写作了。我觉得如果不是写作这件事情的动力，我可能会有点撑不过去在高中体制内的这样子的教育。对，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写作这件事情或写字这件事情，一直都是我很重要的一个出口，就是我自己跟自己对话，还有我自己觉得我充满热情的事情。对，那个很明确，因为我觉得我只会做这件事。在当时，对，在后来念中文系的时候，我就觉得太棒了，因为我终于可以吸收完全我想要的知识跟写作这样子。对，所以我对于创造的这个特质是我一直非常着迷的。对，然后也大学的时候开始，其实开始真的能够进到文学的世界里面，然后也很大量的去吸收。那后来我觉得，我们有时候系上都应该每年都会办文学奖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蛮好玩的，就很像每次都参加作文比赛一样。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因为作文比赛得了全台中市第1名，所以我后来才能够推甄上成大中文系。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每次文学奖就很像在挑战一个作文比赛这样子，所以通常都是在文学奖截稿前一天，我就会开始想说，好来写一下这个题目，然后来写这样。他就是那种很讨人厌的文学奖常胜军。对，我有听到最后一天再开始写哦，就是那个很有感觉，就是你会得奖哦，对，而且是首奖哦。就是会充满了一种，就是好像那个线在那边，你想冲刺的那种快感。对，然后里面亚路很青彩虹的嘛，哈，对，最会的，就是不应该是说我只会这件事情，就是说，它就是我很喜欢的表达的方式这样子。对，那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念研究所，因为我后来念台湾文学。
那我觉得台湾文学跟中国文学的思考方式是完全不同的。那也接触了一些台湾文学作家的一些作品，我慢慢发现说，其实创作的东西其实不只是文字美就好了，它对我来讲可能不仅是探索心灵的那样子的角色，那更多的我看到的是对社会的关怀。所以我后来开始就是做报道文学的研究，然后我在研究所之后，我的写作其实也比较多是朝就是报道的方式去做这样子，都有方向有一些目标。对，就是比较多社会参与啊，或者是环境关怀的这个部分。咁详细飞卷下来嘛嘅，等下眼呢了一下听过都做了现场同大家来说明。分享到进来福起来嘅，好多飞卷呢，同人哋讲到对特殊时期对文学嘅热爱哈，唔过都会毕业过后，都做同学有关呢条路嘅，是里面都会补偿，会用高经费，还有开始写哈。对，就后来在工作的时候，其实蛮多就是接触议题的部分，就比较没有办法回到以前写纯文学创作的那样子的状态。对，然后后来写作的过程，其实就包含我的第一本书叫《黑潮汹涌》，其实就是写黑潮的，就是一些我们这些人的故事，然后还有我们关心的一些海洋的议题。然后后来也包含写了导航、黑潮导航，还有台湾不是孤单存在这几本，其实都是写海洋相关的。对，那对我来讲，后来的文字的创作其实蛮多，比较是为了议题，或者是说为了要去传达一种理念，就跟早期的这种文艺型的书写蛮不同的。就开始会觉得说，文字是不是有它的力量，它能够传达什么？楚风路黑先前一开始写同山有关，里面路都转来迷路。港中，不是有写的同港中有关呢？回家种田，这类书案呢，其实一种书没有18议题的感觉，是迄表现方式有一些目标安尼哈。你侬会想讲2个人会去下来写一本书呢？其实应该是说，在我在工作的时候，其实我还是会蛮希望自己能够回到创作的状态。那我觉得崇凤，因为我们两个认识很久，然后他也从大学就看到我自己对于创作的热情，所以那在工作的时候其实很难持续就是写这样子的创作。那他其实就会提醒我说，就是你那么喜欢的事情，你应该要持续下去。就他那个时候创作的热情是完全的死了。应该是说文学创作的热情，对，就是不是说没有在写，但是写的东西已经完全不同。然后他也告诉我，其实他写不出来了，他很害怕。就是我有讲我有害怕，就会失去之前写纯文学的那种能力。就是毕竟写环境的东西跟写文学，我觉得还是不太同的路线。所以我就跟慧君说，就是我们来一起写吧，我不会跟你写那个你就是这么严肃的东西，就是我们不会写这么严肃的东西，我们可以用比较软性的，我们想写的东西，就是你抛我接，你抛我接，我们来一起试着写写看。那我想讲用2个人去下，唔係講1文一下如何就是其实我觉得比较像是说，他觉得我们都喜欢写，然后我们也都有在做创作，所以他觉得说那就一起写试试看。那我们其实有蛮多过去其实蛮常就会有一些书信往返啦，平常时候，然后也有时候去旅行的时候也会写明信片给对方。我觉得那个对话的方式好像是我们一直在持续旅案，对，持续下来都是这样子的一种形式。对，所以后来我在写的时候也是觉得说，就是用一种往返的方式来进行。对，那我们中间我们这个持续的写作其实持续了8年，就是过程很长。哇，对，但在那段时间，因为我还是在工作中，所以我比较没有办法及时的，就他抛过来的时候，我比较没办法及时的回应他，所以那个写作的时间就拖了很久。那中间很零散，对，主题也非常多，然后我们其实也状态也蛮不一样的，就是毕竟8年的时间很长，也经历过像换工作啊，或者是说结婚，对，然后各种状态。那我们后来就觉得说，终于在去年，就是刚好我自己决定要职涯，就是有一个转换跑道嘛，所以我就觉得说，那
我们可以重新面对这个写作的这件事情，共同写作的这件事情，专心的面对这部创作的这个状态，我们就把前面8年的都打掉重练。所以我们是在去年重写，总会重写呀。全部都是去年3月才开始写，大概写到9月，然后是写山跟海没有错，就是定了这个主题。可是其实写到后面，好像我写山，他写海，但是写到后面是写到对应到自己比较女性内在的东西，就是生命状态啊，或者是说我们本身就是女性嘛，所以我们在这个在山跟海洋的这个角色里面，其实本来就会有不一样的视角，所以在书写的时候也会呈现出来这样。能睇下一时节希望土乍看呢，会对应到嘛嘅，因为会得到嘛嘅。我们一开始写的时候，其实没有特别期待说他要，就是跟我之前写作的状态比较不同，不会觉得说，哎，你要看完之后就要怎么样？对，我觉得反而会是在书写的，因为我后来在前言上面其实有提到说，我觉得那是一种陪伴的感觉，就是在我们2个书写的状态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写作这件事情、创造这件事情，其实是被支持而且被陪伴的，然后有一个来往的时候，对我觉得有一种很深的感动这样子。所以在写完之后，我自己也会希望说，可以让读者有那种被陪伴的感觉，就像山跟海洋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其实它也是对我们来说也是陪伴，只是我们有时候没有意识到我们在环境里面这样子。对。我自己的话，我本来在写作的时候就是没有在管其他的目光，就是很专注在面对自己所经历的这一切。所以也许读者在看的时候，如果他们也可以进入到同样的专注里面，跟我在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热爱。虽然它有非常多的辛苦跟环境的问题，然后人的问题，破坏的问题，就这种包含我们自己内在的问题，它还是不会改变我对这个世界或是这座岛屿美丽的怀疑。一本书很每年去揭露自己比较私密的，也是最深的一本书。当初有那一篇，我敢不讲，让我不用猛，会有这个挣扎吗？没有，比较没有说就是要不要揭露出来。对，反而是我觉得，因为我们还有更想要揭露。对，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还好。对啊，就是。过去因为我的写作比较不习惯写自己的部分啦，对，那我觉得因为在这本创作里面跟崇凤一起，我觉得某一种角度来说是有带着某一种，应该说带着高度的理解和认识，你才有办法对这个人写出自己的内在的部分，所以好像也是让读者同时跟我们一样，就是建立在那么久的友情基础上面去谈我们2个的内在，对，所以我觉得写的时候还蛮自在的，不会觉得害怕。而且有时候你会写到自己，你不知道那个是揭露，你只是一直写，然后你就发现了，原来是这样。比如说我有写一篇长头发，这是我人生头发最长的一次，也是我人生很高兴在《福气来了》这个节目里面被编辫子，是我人生第一次被编辫子。然后那个是其实里面是会有满足的，因为作为一个女向导，你会被刻板印象所绑住。对，不会有这样子的女向导在山上，就是要利落，然后要很干练，要山野能力要很强，然后又同时要可以照顾别人。对，就是你会有一个既定的印象，要短头发，要裤装，衣着要相当的简单，越原始越好。对，可是你会忘记自己原本的样子。然后他的那篇长发其实是对应我写的那一篇脚。对，那篇脚的那一篇应该是整个书里面比较探索到自己的内在的部分，就是有提到说摆出来那个鹿角，也有一些就是那个鹿角，水鹿角，就是提到说我自己觉得自己在工作的状态就好像戴上了这个水鹿角的母鹿，就是其实你是把自己武装成一个是可以战斗的，然后是强悍的一个阳刚的角色。对，但女性的那个部分其实
后来慢慢就被侵蚀掉了。那我觉得那篇的书写里面其实就有提到，对于这个身份，因为我也不会看到这样的执行长嘛，就是你要扮演着某一个组织的角色的时候，其实面对到外在的一些压力啊，或者是说眼光，或者是刻板印象，大家会觉得说，你应该是要怎么样的？可是事实上，我觉得我好像就是带了一个角，一直在那个角色里。后来就是觉得自己也失去了某一种柔软的部分，这样，所以后来重凤才用长发的这个部分，就是我的是上扬的嘛，就是脚是上扬的，坚硬的，比较阳刚的形象。那后来他回我，就是他留长头发，其实是女性的力量是这样，是柔软的这样子的一个形式。所以说，我觉得在写作的过程里面，我们的篇章其实是有一些对应，那些对应也是在写的时候才，忽然才就是看他写的东西，然后我可能会接什么这样子。我印象如果讲我们大伯啊，如果提看这种很多以前呢，可能东西方大文豪的故事，然后等到係因为两个作家之间的属性，会感觉讲很珍贵安尼。我感觉能睇按后生，如有安尼，就像如有几好文史能力的朋友，两个人有安尼相对应，又对应到自家的生活的立场吼，感觉係几珍贵的书呢。恁这个写係有感觉讲，自家有乜嘅改变哈？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是有一次那时候刚写完一篇文章交给慧君，然后很想知道他的回应，然后走在传统市场里面要走去捷运站，然后我就是心里面有一个波动，是以前没有感受过的，是两个人一起书写，你会觉得被陪伴跟支持，那个是以前漫长的写作之路、孤独的道路里面我没有经验过的，因为写作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寂寞的行业，然后非常的沉默。沉闷，他就是关起来自己在那边就是练功，对，练功，但是现在有一个人跟你对话，然后你会因为他的某一些所感所思，然后激发自己这边的一些火花，好像走在传统市场里面，然后这边就是叫卖，那边什么卖菜，但是就觉得有一些火花在心里面这样子啪呲啪呲啪呲，然后觉得自己这样子被陪伴了，我不知道写作可以这样。这是过去我没有感受过的。非常感谢碧云同重凤同我们分享按珍贵嘅人呢写作心路历程，非常感谢。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请大家多多支持五至三海。这本书呢五至三海喺中途买书嘅名单当中大家都得多支持，跟我们聊一下天，谈论欣赏，好好运通。各位乡亲，大家好！又来到好好运动的时间呢，我係王真祥，定係偏係潘先生，也偏係蔡先生。今日教大家人嘅運動呢係刺激導演，請鄉親可以嚟同我哋共下來做。今家教大家人嘅講法呢係現場講法，現場講法第八一代賺錢壓漲。首先呢，我哋嘅書呢，腳欠出一鋪，我哋嘅書較強調，到我哋嘅腰嘅行，我哋兩隻書傳出去，我哋嘅書節，吹下來過後，我哋嘅書節向落背打開來，我哋嘅書把裝咁樣打開來，起頭壓下去，同我哋起頭壓下去。今日呢，我哋要揾片嘅時間，我哋後背腳愛書放起來。我哋欠一鋪出去，欠一鋪時節，我哋咧書拿搖嘅好，兩隻書傳出去，傳出去，我哋咧書節咁樣放下來，對我哋咧書節咁樣打開來，書把裝打開來，同我哋咧起頭壓下去，我哋向後背時節，我哋書後背腳，我哋書較強條。第二項準備，有準備嘅時節，我哋推後腳，同我哋一隻腳推後背去。再我愛揾片，冇揾片，我哋對一隻伊兩隻書傳出去，書節咁樣打下來。
树节呢向落背打开来，树把种向打开来，同我哋呢起头压下去。嗰個咧，我哋呢做右片嘅時間，我哋數左腳，我哋眼神轉到右片來，我哋呢左腳向後背，我哋呢兩隻手卡前頭，兩隻手伸出去，我哋呢樹節呢吹下來，樹節打開來，打開來過後，我哋呢樹把種嘢向我打開來，同我哋呢起頭傾下去。所以我哋數嘅時節，我哋數腳放起來，數吹裝起來，我哋再推下去一步，數棍盪出去，數節吹下來，數節呢打開來，數把裝打開來，同我哋呢起頭傾下去。揾片嘅時節，記得我哋後腳數放起來，準備轉對片一片嘅時節，我哋呢數喺底下，我哋出去。樹棍變下來，樹棍打開來，樹把種打開來，同我哋呢起頭壓下去，我哋樹腳、推腳，準備再一片，向一片再做下來，再傾下去。然後係我哋左右嘅動作嘅時節，更加呢我同他講人做分解動作嘅時節。我哋呢賺錢也怎樣分解呢？我第一步出去嘅時節，我哋可以講人講丁字步，我哋可以一隻腳打出來，一隻腳彎彎。彎嘅時節我記得咯，我哋呢切頭唔可以按呢，唔係按呢，我哋一切頭嘅手上一舉放起來，我哋呢啲頭可以係冇到細了。也看到我哋眼神咧，啲腳向嘅重量。過來我哋兩隻手標喺底下，標喺底下時節，我哋眼神一出去，兩隻手一出去嘅時節，我哋本來眼神出來，兩隻手喺嘅時節，我利用我哋眼神嘅力量送出去。記得送出去嘅時節，我哋呢啲頭會睇，我哋呢思維面唔可以按嚟翹喎，唔可以按嚟。按嚟翹看到樣咧，看到我哋呢腰骨壓到嘅，按嚟去我哋思維翹向嚟，我哋呢腰骨會壓到，所以呢按樣咧，按我哋思維向後背時節，眼神向前面嘅時節，數順出去嘅，我哋呢思維面一叫下來，唔可以按嚟翹出去，一般人會按嚟翹出去。也過智慧哈，你要講智慧，翹出去，我哋呢腳嘅啲頭會啲切頭哈，唔係講我用我眼神出去嘅時節，我思維冇翹，我思維面係叫起來嘅，我眼神嘅重量會啲我嘅腳盤方，我係翹出去，我眼神嘅重量會啲我嘅切頭哈，所以按嚟係唔對嘅，我哋。放下來嘅時間呢，我哋呢出去嘅，我係樹棍，對下只一重心點底下一點，底下一點，也一點，不用鬆來，也一點，對我哋呢樹節，不用鬆來，不用鬆來過後呢，對下一點樹節後，卡開來，變成我兩隻樹嚟卡開來，卡開來過後我樹把種啊打開來，我起頭呢。用樹把種傾下去，傾到呢，傾到腳底，腳底過後呢，我係揾幾片肉揾，我喺樹後背腳，再一隻腳插出去，坐到喺安呢，更加喺樹放起來，一隻腳攬出去，攬出去我喺樹準備啲嘢位後，我利用我眼神嘅重量，我眼神要向前做嘅時間，因為我更加。腳攬出去，我嘅重量係當我嘅樹棍上前面嘅時節，我眼神嘅重量會第一隻腳，所以我送出去嘅時節，我會利用我嘅眼神放出去，放出去過後，我同樣用一個樹節吹下來，樹節變鬆嘅吹下來，吹下來過後，我用我嘅樹節同樣兩隻樹嘅樹節打開來。樹把種也打開來，
用爱书巴掌的力量，从起头压下来，压到到脚带，压到到脚带过后呢，第做都爱讲过，唔可以摇的4粒米唔可以嚟敲，咱嚟敲，我哋咧摇的压到，我哋一隻腳嘅切頭嘅重量會貼實力，所以我哋咧一隻4粒米出去，眼神出去時間，我哋4粒米要數一下。用眼神出去4粒米數一下，我哋咧前面一隻腳嘅力量咧，那會伫腳帶，所以我哋做嘅時間要注意一下，嚇。第一，安尼送出去嘅時間，4粒米要叫一下，數節變送嘅變下去，變下去過後，我哋數打開來，數巴掌打開來嘅時間，我哋咧起頭，我哋咧4粒米要數起來，要數起來。所以數起來也個重要嗬，因為我哋數巴掌嘅起頭，下來時間我哋嘅眼神，天天嚟表送來，數腳，再穩片，再一次送出去，送出去係講過嘅，我哋要注意用我哋嘅眼神送出去，我哋嘅數節表送嘅，打開來時間。數節打開來，我哋咧數巴掌也打開來，起頭壓下去，壓下去，我哋要穩片數後背腳，後背腳記得數放起來。如果你話我哋拿放起來，按顧我注意，我哋咧腳喺磨力嘅時間，我哋咧眼神要注意一下，我哋數嘅時間，我哋可以用數停頓來，穩片再做一次一個動作。一個動作過後呢，我哋咧數要出去嘅，一出去過後，我哋用我哋嘅眼神放出去。我哋咧數棍呢，記得我哋咧數棍表送嚟跌下來。數棍一打開來嘅時間，我數巴掌順勢打開來，冚下去。我初都有講我哋出去嘅時間，我哋咧4粒米唔可以翹，我哋4粒米要叫起來。我哋喺穩片嘅時間，我哋咧後腳要數，再退一腳嘅時間，我哋係冇問題，到強一個地方再送出去。送出嘅時間，有時間觀眾朋友會講，剛才送出要送出，利用我哋嘅眼神，我哋嘅眼神，我哋嘅眼神嚟出去，我係送數，唔是出到力，我係用數，同我嘅眼神嚟出去，嘅動作冇強樣冇強樣嘅地方，要注意講，我注意講，我係用數，我係安尼，我係用我眼神，我係安尼出去，我係數棍表送嚟，打開來時間，我用我數巴掌嘅起頭，爬去，我推腳靠出去，我準備出去，數棍表送嚟，打數巴掌打開來下去。今日咧，我示範連動作俾觀眾朋友看，我腳打開一步，眼神停出去，一個動作呢有出聲嘅，我做一個出聲嘅俾大家人看一下哈。一出嘅時間，我哋眼神，好，數棍表下來嘅時間，打開來，我哋咧數巴掌冚下嘅時間，好，推腳，穩片，注意我哋咧數啲搖一下，我哋打出嘅時間用我哋嘅眼神，好。數棍表送來，打開來冚下時間，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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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今家通常呢做的多样，各位向前有记得吗？还有记得呢，同我哋好好来运动，我哋呢人生同人生活更加好，好好运动，我哋下一次拿来了。